大家好，歡迎探到咁今次介紹長沙灣嘅車站自站，就係2017年6月，即係23年7月，即係改咗2024年7月，跟住而家就改咗25年7月咁啦。應該打嘅就叫做車站嗰條講啦，就嗰邊荔枝角啦，咁嗰邊係深水埗啦，咁呢係嗰十個地標，即係話出地標嘅位置，之後就後面班車時間啦，真係咁樣啦，最後就2.0個鐘頭，真係咁1號月台列車喺深水埗，好入嚟深水埗過嚟，就1號月台上啦客，然之後去荔枝角轉左。1號啊，荔枝角上個車站呢度，上入2號月台。哎呀，舅父哋快收佢啫！哎，快啦！哎呀，舅仔咬喎！哎呀，咪之後去深水埗咁好啦。咁今次嘅長沙灣站嘅車站自站咁下集咧就介紹荔枝角，咁係星期一就見，即係一就見啦，拜拜。